大家好，又係金融科技及資產管理界嘅林寶儀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。今次我哋繼續講美國不斷加關稅對金融市場有啲咩影響呢？喺資產配置方面又應該作出點樣嘅避險方案呢？美國瘋狂加徵關稅至對等關稅，引發好多個行業產生憂慮。首先，我哋作一個綜合分析啦。第一，短期市場波動加劇，避險情緒升溫，美國股市受壓。美國加徵關稅政策公佈之後，貿易戰恐慌升溫，全球股市普遍下跌。美股拋售，標普500單日跌幅4.8%，已經跌咗好幾千點啦。依賴中國供應鏈嘅科技股盈利預期下跌。關稅點解一步步會拖垮股市？首先，企業成本增加，導致利潤同股價下跌，例如好似蘋果同埋 Nike 咁樣。第二，零售、科技、汽車股重創，供應鏈混亂導致企業投資放緩，企業前景負面影響。第三，黃金價格屢創新高，美債收益率下行，資金流向防衛性資產，例如公用事業、高股息股份等等。對美元嘅影響，通脹壓力抑制經濟增長，降低美元嘅吸引力。關稅推高進口商品價格，例如中國商品加稅54%，加劇美國通脹，可能逼美聯儲維持高利率，但同時抑制消費同投資，導致經濟放緩。耶魯大學研究顯示，如果各國對美國進行報復式行為，美國2025年嘅 GDP 展望增速好大機會會下降1個百分點，削弱市場對美元嘅信心。對美債影響，短期避險需求推高美債價格，收益率下降。關稅政策引發市場恐慌，資金湧入美債避險，導致短期美債價格上漲，收益率下行。通脹升溫，壓力加大，加徵關稅提高進口商品價格，加劇美國通脹，可能迫使美聯儲維持高利率，抑制長期美債表現。財政赤字惡化，美債供應壓力增加。如果關稅未能顯著改善貿易逆差，美國政府可能會繼續擴大發債。受影響嘅行業包括有美國本土製造業，例如鋼鐵、化工、軍工、核電等安全類嘅資產。選嘅行業就包括有要依賴中國供應鏈嘅科技、電子、輕工製造企業等，以及出口導向經濟體嘅股份。關稅戰唔會喺短期結束，三大主線需長期佈局：抗通脹、供應鏈安全同去美元化。密切關注美聯儲政策、全球貿易談判及地緣政治動向，靈活調整策略。避險資產管理建議，短期策略可以考慮短期嘅美債等避險資產，增加黃金，但係高追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，嚴守止蝕。推薦嘅方式：黃金 ETF、黃金股或者實物黃金，亦都可以考慮高息股、低波動嘅防禦性行業，例如公用事業、必需消費品等。最終供應鏈轉移帶嚟嘅新興市場機會，例如印度、墨西哥。核心嘅投資建議，避免短期嘅恐慌，要關注長期優質價值投資。林寶儀嘅投資組合建議：30% 股票，捕捉科技自主及供應鏈轉移嘅受益股；20% 黃金及大宗商品，目的係避險同埋抗通脹；15% 投資債券，可以考慮新興市場、本幣債及高評級嘅企業債。跟住10% 不動產投資信託 （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），選擇抗通脹同埋穩定現金流嘅 REITs。另外嘅5% 數字貨幣，用作對沖美元風險。最後20% 留返現金，等待市場機會，
進可攻，退可守。今日暫時嘅結論，美國加徵關稅政策短期內加劇市場波動，推高避險需求，長期可能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及產業鏈嘅分佈。財富管理更加需要多元化嘅配置，平衡風險與收益。高追股份必須要謹守止蝕，並密切關注各國政策變化對各類資產嘅直接或者間接嘅影響。長期投資亦必須要謹慎，減持股票，保持現金實力。投資者要保持靈活性應變，要有幾手準備，密切關注美聯儲政策動向及各國反制嘅措施。部分高稅率嘅政策有可能經談判之後作出下調，適時調整策略以應對任何嘅不確定性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分析、資產管理配置，又或者美國特朗普瘋狂加徵關稅，有乜嘢睇法或者建議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感謝你嘅 like 同埋轉發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